且慢！你两人为何相打？哎呀，有地呀！身为天尊之属，为何以此不公？此法用功。乃老匹夫素恨生态，为何战死但雄心，面容不堪？给匹夫战死，杀害一表人才，最后杀一位亚公才力保老用，霹雳生命，战术才老用，俩都是给老臣所害。相爱战死老身，也死而为娘，娘送奈落何？披论剑杀心。是你哋嘅命该如此啊！骑兵有天，以此大老反见，战死所同太元帅该书文，留给先人鬼相丢多年，最后还是派在家嘅书条上。爱战死先人鬼，属情人间平通，俩很不公平，系么？有天以此偏向他人，真正欠心爱。强梁下凡，面容黄，为后贪腐啊，破腐堂，战死不公，天下地啊，兵强有天，书解放。我靠！天上言说，犯奸报啊，两人言说啊，归婆，无恨何事来奉孝啊，有地面前啊，便是公。见两败战死犯见，你哋都不服，我就判你哋第三败战死，以后莫爱上吊，你哋以下如何啊？好啊！不过希望有天能答应我的心愿。你哋讲来。相爱两败战死犯见，面容上来英雄无比。乃第三败战死犯见，天爱容貌俊秀。相爱抒情人间苦难，只望富贵长存。好，孤王答应你两人的心愿，死生不作，赶家下凡去吧。良知。好啊！苏汉兄儿帮，好视频，论杯战。强梁怕恶夫，传民间，刘本谁人心为平。
在世英雄迫害中，咱马力量千斤重。所谓忠言归谬通，但见的赞，见其功。本燕王安禄山，想当年托起太通天下，不想被国之逆主动，喜爱托付一迫害，多采六国山川。甲兵连将，准备进犯中原。后唐他马来报，同蜀中登基，礼炮来袭，各自以安基欢用，此乃宋天所属的太后机会，安庆良唐令。才明日带领5万兵马，封山开路，风水草寇，出奔燕山。两令，按庆府唐令，嗨，明日随后将应，不得有误。两令，众山军，哟，火炮山上，兵发燕山带马。啊！相亲难问一番的雄心，文武求生。心并太通天下归繁星。归繁星。
观音错金天，金天挂金牌，金牌是太师爱榜，金宝来。观音，贵客太同，你嫌错位。太胆安禄山，三番两次为同爱太同攻山，前日接到燕山告急，安禄山兴兵到来，诸国欣赏。主公，安禄山已经三尽忠言。不敌外面何人前去征讨啊！启禀主公，微臣昨夜观看天象，安禄山气数已清，请主公速速调回分勇王，两边前往，听能马到成功。心上所责有理，传旨先分勇王送天。良子。万岁有旨，先分勇王郭子仪送天。良子。有唐万岁贤，一仆送金天。臣国子仪见驾，我祝万岁！爱卿平身，恰万岁！不错。恰错！不敌万岁，献了微臣多彩金天，有何怪事议论？爱卿有所不敌，可分赤子安禄山，又来错犯，并困反将了。哎呀，万岁呀！上嘅安禄山无义拱桥，三番两次哀叹我做建修江山，黑路上再三地动，怎能步出江山？想必此番前来，听有反前准备，只不过路上年纪老迈，恐怕会是他的对手。万将万岁，领上他嘅牵马赤子。这唐道此言，心内走啊，老身推辞，军心马叫，太同公山啊，天分安马。求不为，关那好友啊！万岁
归干啊，李延东啊，自叹老身年迈啊重，只怕臣前呐失了身呐，功亏亏，他呀杀虫啊！你万岁呀！莫以忠良靠良师，此断万兄滚阴事。国家之意免用从，提调众家义龙传家事。不免提调国家之意到来，杀退安禄山，开赴杀天，不知万岁意下如何？好，寡人就提调国家义龙，推夫杀天。不知国卿意下如何？万岁呀！先生的苗多变用白，出罗府带是将担，丢一龙沙冲坤心中意啊！天哪，心中一片呐，不管用啊！祈求万岁，国家之意，杀虫经验不足，我有意之中，并遣帅印带领众家义龙一同征讨安禄山。唐道此言，寡人就放心了。国卿向前堂房，臣才王欢勇梦为平白征讨太元帅，国家义龙为马前先锋，带领雄兵30万，得胜背朝，论功封赏，为臣良知，内侍退板。强大飞勇。先生，我真的不本你开始呀！你有所不知，微臣朝野观看天象，安禄山气数已清，听安以国之意，亲身出马，彰明圣功，此法用功，天机不可泄了。是。高元帅，但不敌此番出战，如何对天之策？请先生指教。本山人有一金龙差事，那是遇到困难，打开金龙，内中自有破策之法。多谢先生，请。传令众家义龙堂闸，准备披挂战袍，高冲点兵伺候。